农历正月15前后，云南德宏州景颇族聚居区，一场民族万人狂欢节正在上演。这一天是景颇族最盛大、最隆重的木脑纵歌节。万人狂欢的景颇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族群？光鲜迥异的装扮里蕴藏了怎样的生活细节？而那些被刀光和日月蚀刻出的蜿蜒盘旋的图腾，究竟又深埋了多少秘密和记忆？合着木脑纵歌的节拍，一个人走上了景颇文化的寻源之旅。毛宝贝蓝毛裙安奴，海王站着滚一朵烈路，滚也安奴哎，农作着汤哦，农作着汤哦，滚也安奴哎，浪尾东山的酸呐哦，浪尾东山的酸呐哟。哦，阿上門啊！那可唔在外面打飯呢？我希望我在面列莫列嘛。那去我莫咧？芒州有么望ra？姐妹，这个做手掌接不啦？阿舅個噃。要买掉哎呀！bằng tay ở lò ha họ này bằng tay mỹ cung tổng mà chỗ lò tổng không mà là sang tổng mà kiểu vàng bơ mà không chụp chỗ lò ra ngô cả lò cũng chẳng mỹ cung tổng vàng bơ mà đi mỹ cung tổng vàng chẳng个我叫安东 Lustig 汉语名字叫乐安东我来自荷兰外面世界的奇思妙想，始终贯穿在46岁大男孩乐安东的生命中。还在儿时，他就展露出对绘画的天赋，表现出对跨界文化和异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一次偶然，乐安东接触到了中文，他开始学习这种陌生的语言。并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几年后，乐安东获得了莱顿大学的汉语硕士学位，从此结下了中国缘。1991年暑假，27岁的乐安东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只身一人来到了德宏，考察说宰瓦语的寨子雷弄村。因为乐安东的到来，北京外国语大学首次开设了荷兰语专业。2005年，乐安东成为北外第一位荷兰语外教。
in outlet overall sin self. This is not my fault. 你们的老师好吗？好。那我就先撤了吧。我觉得人就是得做一个好人，不要做一个以为什么都懂的人。就是说哪个事情都特别复杂，你不可能全懂。这个跟我自己的那个口吃的问题也是蛮有关系的。但是也经常需要跟，比如说城市里的人、北京的人呢、哪儿的人呢、外国的人，也需要解释，需要让他们了解到我们做的。好好做人。你看，我现在开始了。人呢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我们就是挑了这个地方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跟景颇族的关系深啊。如果要介绍语言学角度，就是这个汉藏语系分很多语言呐，我从里面挑了一个还没有什么人研究过的语言，应该还比较传统，还比较原始。我做的那个研究做的比较久了。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语言？各语言之间又有哪些亲缘关系？繁杂而庞大的诸多语言支系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散布的？世界语言的版图上又嵌套了哪些未解之谜？在各民族迁徙的摩擦与交融中，一个语系就扎根在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各个角落，它就是全球第2大语系——汉藏语系。在这条主干之上，人口只占有1/1000的景颇人所使用的宰瓦语，是他们最核心的文明载体。遗憾的是，虽然近60年来，中国也曾出版了数本宰娃文字推广典籍，但是脱离了景颇族人生活实际的汉语思维定式，却使景颇人离文字越来越远。又红又专，一米日个，帕基日公，那一晃就过去了20年了。有时候，当我们沉醉于欣赏每一片波光捉摸不定的形状时，我们眼中收获的往往是整条河流的流淌。当文字演进的每一缕线索都呈现出传奇般的轨迹时，溯溪而上的我，又回到了景颇文明的第一笔，回到了那日月呼应下的木脑狂欢。我怎么能找到一个自己完全自己能做的一个专业，别人没做过的。你第一次来中国就来了云南？对，也是91年要来德宏找一个景颇族寨子。其实当时的选择可以说是蛮偶然的，就像你讲，是一种好奇心，然后想选一种别人没有研究过、没有做过的你来做，但是你真的是做了很长时间，20年。我做的那个研究做的比较久了，还是一直回来20年了。那本书对大部分人来说有一个很难进去的一个门，但是里面包含着很多东西。
其实是有点像一个艺术品，你可以一直放在那儿不看了。但是有它跟没有它是不一样的。是的。如果没有它，可以说甚至没有这上面没有进去的可能。他的很多生活中的例子啊，就是你听这边老人讲的那些故事啊，还有那个平时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东西，拿或者什么狗咬鸡了，死了个可以说啊，滴滴安，那是紧音还是松音？你把手放在这儿，它是正的还是不正的？会滴滴，左滴滴，右滴滴个音对的个。滴滴，对吧？我当时在莱顿大学汉藏语系选择了这个傣巴语啊，喜马拉雅语言项目的那个一个研究者啊，这个研究结束以后，我也没有再做第二个研究，我发现就这一个语言，就这一个地方就够我们研究，也不想走了。我没有像别人一样，就是做完这个语言，再去做另外一个，特别深的，不可能研究完。我人还在这儿呢，就是光研究语言没有太多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很细的把一个音节挖出来，就翻来翻去啊，搞得可以写很厚的书啊。但是，这光是语言，还有背后里面很多东西，就够你一辈子享受的。我原来可以做很细的、特别复杂的方式解释出来，但是每个语言、每个文化里面的东西，语言是人用的工具。我现在就更想关心人了。与许多少数民族一样，景颇族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景颇社会可以说是一个万神的社会，人们的生活世代与鬼神相伴，心魂相守。这位79岁的多什都来老人，就是景颇族人的鬼神守护者，人称董萨。景颇族人深信万事万物都有与之对应的鬼怪神灵。董萨司职宗教活动的主持，看卦算相，驱鬼通神。我们毛少迄那个我家在外面阿生毛少买，迄个能买，本玻璃买，历史我站喝嘛，我点不嘛东沙都来哇，抛弃感用嘛东沙一头个容了，1996年。Tuun sa ay pusamra ay ko mang siyup ay ngama ay Shasi ay shana ko na dum ay suat kung bay gaji la khong lang nuan la khong lang thuat masum lang khong no papa kupum sat ko na ki gu thiet kai mi phe maka bang dat
是这么个生干的，么个。我们能了嘎了来，吃个的嘛。是个嘞。虽然没有符号文字，但生活和信仰在景颇人看来却有着特定的模样。他们用一种近乎结绳计数的方式来装饰前程。当然，和很多没有文字的民族一样，生活和历史被原始的纺织树一缩又一缩地织在了身上。这种网罗式的手工艺虽然看似简陋，但手工纺织的产生是人类走向文明不争的标志。尤其对于景颇人来说，原始手工编织工艺的延续，为这个部落文明艰难的延伸创造了前提。是我站喝么点卖哦，在ว่าอาหนูโมกุรับอีจัง我干我多人。我让人写在这头。我的说。哟，你伢做安东干皮的迄那，多人滚来就。哦，没。我不滚来，安东忙做，我就。Aku có bao, ngô là có cút ra, tiêu là có chung cút ra. 参加木脑综合是在17、18年前，我一下去就爱上了跳木脑，之后每年都来。木脑综合是景颇族最盛大的节日，我跟雷农寨子的人，跟他们一起回到了祖先生活的地方。木脑纵歌节对乐安东来说，它的意义早已超过了一个普通的少数民族狂欢。近20年来，它承载了太多与景颇族人在一起美好的记忆。乐安东用图片和文字将这些回忆贮存在宰哇语语法和词典之中，那里有欢乐，有离别，更有着日月永不停歇的更替。就是说，世界上现有人在用这本书 ，Brill 出版社出版的。凡是做那个汉藏语系研究的大学就会买的。莱顿大学肯定有，这个是 伦敦、巴黎，美国那个 Berkeley 啊都有了。我们去农场嘛，人马过他。农场人那个天性地性的嘛。我会陪
卡后了就不一个毛红嘛买，好像那么的，就像一种苗嘛，咱到处个过年咱我台风嘛耶，这米让我也送礼嘛耶，大家。阿会能一部嘛包你嘞，是不可能萝卜是不？还有你的萝卜嘛，让我没把米那个，我那稻米安不还能咱不了啊？让阿会猫咪开个阿西路，谁能到让我上来种了，让我带过那个？阿敢表了。会个我叫人家像我8门1的嘛，忙到个8门1到8门1，我按你讲去我们2年了，我讲个意思，本国不讲2多个人。这些景颇老人就是活着的景颇文化。绑带一路好绑带迷宫洞嘛，走路。能在这20年中认识他们，记录他们，也希望他们的故事和生动的语言在这本书中永远地活下去。在一个烈日炎炎的午后，老虎在树荫下乘凉。他哪里知道他占了兔子的领地？愤怒的兔子就用弹弓使劲地打他，可惜乐极生悲，一个踉跄，不小心掉进了脚边的山洞里。见天空突然乌云密布，于是他拼命地喊：“哎，天要掉下来了，你快躲进洞里来！”傻乎乎的老虎竟然相信了兔子，一个纵身跳进了洞里。跌落到洞底的老虎浑身酸痛，可狡猾的兔子怎么能就这样放过它呢？兔子使劲地拽着老虎的尾巴，弄得老虎更疼了。老虎使出浑身的力气，拼命一甩，就这样，兔子被老虎甩出了洞外，还不肯罢休。它朝洞里丢了一把火。于是老虎身上被烧得黑一块黄一块。收录机翻卷1个世纪的 A 面与 B 面，历史的泥墙上浮现着那个名字。时代的车轮将美国历史台